北市府喺鄭南榕自焚處外面嘅自由巷舉行戶外人權特展，市長柯文哲亦都宣布將每年嘅4月7號定為言論自由日。不過媒體持續追問佢首都改革大聯盟嘅議題，柯文哲強調唔會公開支持特定嘅人選，但係會想同佢哋舉行座談會溝通，嚟討論市民關心嘅重基、遷建等議題。北市府趁住世界人權日喺民權東路上面嘅自由巷，亦就係民主鬥士鄭南榕自焚處外面嘅巷，舉辦國際人權戶外特展，彰顯台北市成為自由人權首都嘅決心。到場支持嘅市長柯文哲強調，台灣嘅民主自由得來不易，亦都宣布將每年嘅4月7號定為言論自由日。媒體持續追問佢對首都改革大聯盟嘅睇法，柯文哲強調唔會公開支持特定嘅人選，但係想同佢哋座談討論市民關心嘅議題。對於柯文哲曾經公開批評民代有1/3都有關說嘅講法，卻係引起市議員不滿，要市長向議會說明，否則係庭審法規。柯文哲亦都回應市府已經係回覆咗市議會啦，仲強調當時嘅發言唔係針對議員，主要係指立委唔好對號入座。